好意思，我想問下咧，我已經等咗15分鐘，我想問下幾時先可以幫我處理我嘅入住手續？唔好意思啊，小姐，因為咧今日係特別假期啦，而且同埋今日嘅住客人數真係特別太多啦，所以可能會耽誤到你嘅時間。我而家幫你搞掂你嘅入住手續。嗯。請問你啲資料好嘅。我哋嘅員工啱啱同我哋講咧，就話你間房已經打掃好㗎啦。不過唔好意思啊，因為突然之間咧，我哋嘅員工就啱啱臨時就話你間房嘅空調有少少故障，可能就要半個鐘頭到先會維修完畢。吓？有冇搞錯？等咗15分鐘，你哋都未整好我嘅你都未整好我嘅入住手續，而家仲要我等多半個鐘嚟整我間房啊？知唔知15分鐘可以做咩啊？15分鐘我可以機場坐過嚟啦已經，我機場仲可以喺嗰邊攏一陣添嘛？有冇搞錯啊你哋？真係唔好意思啊，因為我好明白要你等15分鐘係好困擾，同埋的確上15分鐘其實係真係可以做好多嘢。我代表我公司誠意地同你哋講一對唔住。不如咁啦，雖然你預先預約嘅房間嘅空調嘅冷氣出現咗一啲問題，咁我哋不如免費幫你升級。免費升級到點先？我原本 book 嗰間好好位嘅喎。因為我哋今日嘅入住人數真係實在太多啦。你如果幫你升級嘅嗰間房，嗰個位置咧比較僻僻，係面對住停車場同埋冇乜景觀咯。咁間房入邊點先？不如咁啦，為咗作為補償，我哋可以俾你一啲免費嘅服務，即係例如係健身房，你可以免費使用。都得嘅。咁小姐你選擇免費升級？免費升級咯，免費升級。